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曹欣。27秒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大陆冷气团影响北部、中南部大约12度到16度 ，AM 到明仔透早上寒，可能无到10度。屏东一个家友啉酒醉，举刀压了高中生，高中生走入去学校里，警察到现场压制家友。国造长水南海群号传出讲6月第2摆海上7次系统刷失效，尾大无法度来登记。观众朋友，天气咧寒，就要注意身体。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北部、中南部大约是12度到16度，也 AM 到明仔透早上寒，可能会无到10度。看到在整个苗栗以北、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的近山区，都有部分地区是会低于10度以下的。那这些地方主要是受到辐射冷却或者是谷地一个比较地形影响造成的一个低温。那至于在都会区来讲，可能也是在10到14。都会有12度到14度上下的一个温度。那至于在中南部，也是会有部分地区降到14度以下。今仔日愈暗会愈寒，气象署对基隆、新北、桃园、新竹、苗栗、甲宜兰发布低温特报，咱观众朋友就要穿好少。也拜1、拜2，大陆冷气团会豆豆减弱，时到气温会回升。北部高温20度至23度，中南部上热有到25度至28度。不过早暗也是较凉冷，就要注意温差。来讲，伫咧昨哦，屏东有一个啉酒醉的家友，伊举刀压了2个高中生。这2个高中生是走入去仁爱国小内面，也一个家友是继续了。警察接到通知是随到现场来压制这个家友。专案是依照杀人未遂、恐吓这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在伫人行道涂骹的这个查甫人，警方伫咧边仔界戒备，因为这个姓詹的查甫人13中昼啉酒了，伫屏东仁爱国小附近的人行道，举刀拎2个高中生要甲因攻击，学生走入去仁爱国小里也第入去。高中生坐在那边要去约好要去环球看电影，所以他们就是好像跟歹徒有眼睛有目视到了，然后歹徒好像就看他不爽，就去追他这样子。迄当阵，仁爱国小内面正伫咧办校庆活动，也个运动会。若是这个查甫人攻击老师、学生，效果是真严重。被立的其中一个高中生是秘入去保健室。那一间保健室里面已经有3个小朋友了，然后呢，外面还有4个高年级的小朋友，加上我儿子是高中生嘛。我儿子先跑进去，小虎马上把所有看得到的小朋友全部赶到保健室里面，然后反锁。家长甲附近的民众讲，这个举刀的查甫人是附近的街友，因老师攻击不是头一遍。伫附近的万年溪烟花，普通时就规阵的街友伫咧遐嬉戏叫真大声。醉汉酒后持美工刀滋扰民众案件，本分局获报后，立即派遣快速打击部队前往，远警在3分钟内到场，迅速制服嫌犯，排除危害。街友走入去学校内面攻击，互家长真担心。警方启动校园安全维护机制。这个姓詹的查甫人伫咧信后，依照杀人未遂、恐吓等罪嫌移送侦办，将会请检方申请羁押，防止伊再犯。记者综合报道。也今仔早起来踮我伫咧云林岛南有一只白色的轿车，唔知影啥物原因哦，是驶离开车道，撞到对向的货车，连带牵连到后壁一只红色的轿车，3台车拢做伙。也货车内底2个人送病院，有缘是救无转来，另外2只轿车的驾驶受伤，今嘛也搁咧治疗。也车祸详细原因，警察等来厘清。早起6点外，天正蒙蒙啊，光暗亮，救护车就赶到现场。现场路口规个乱糟糟，3台车拢做伙，消防队赶紧救人。我们到达现场以后，有发现有2个人受困在一个小发财车里面，已经呈现欧卡的状态。那另外一台白色小客车的驾驶是呈现昏迷的，那红色的一个驾驶是轻伤。伫监视器画面看到，云林岛南大东路有一台白色的轿车，突然间偏离车道，撞到对向的一台小货车，加小货车后壁的红色的轿车，那喷火光也个庆白烟，撞击的声音真大声，附近的民众听到拢惊一个，赶紧走出来看。砰一声，一只会感觉我就知严重啊，车祸严重了。红绿灯的出红灯啊，我看伊阿姨，因咧赛车足紧的，我就多刹那的之间就弄了啊。
车祸现场规个乱糟糟，车的零件也甲规涂骹，小货车车内在面条也拢压出来。消防人员用破坏器材对规台车体拢已经严重弯曲变形的小货车内面，救出40岁男性驾驶加40岁女乘客，2人送病抢救，也是拢救袂断，造成自小货车驾驶及乘客死亡。自小客车驾驶是否有酒驾，已抽血送验中，详细肇事因素正由警方厘清。在白车姓林的驾驶人分期送病去，在红车的驾驶是面外伤，同款送病治疗。一直到天光，现场还阁伫咧清理，3台车也拢已经拖离开。警方伫现场采交通筒管制交通，也要继续调查代志发生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亚西滨快速公路苗栗后龙路段，昨暗头5点外，有一台轿车伫咧车路甲一只马相撞，车头受损，驾驶来受伤，马是当场来无命。好伫咧车路哪有马？原来市附近有马场，也饲主是甲警察讲哦，因为无绑好势，马才会走出去，也这警察会依法来处罚。暗的车道顶面，雄雄有2只马一直走过去，马的声音曲特别清楚。这个所在是位伫西滨快速公路苗栗后龙上北的路段。13暗头5点外，警方先接到报案，讲有2只马伫快速公路顶面一直走，也过随后接到通报，讲有车甲马伫同路段发生车祸。北上98.6公里处发生自小客车与马匹碰撞事故，警方到场初步了解。张姓男子驾车行经该路段，疑因闪避不及撞上马匹。警方讲，当时有不少民众伫这路段看到这2只马，警消赶到车祸现场，发现轿车车头受损真严重，加在这现场的驾驶只有受到轻伤。现场初步处理了后，赶紧送医检查。车顶另外2名乘客是无要紧，不过轰撞到的马已经倒伫涂骹死去了。警方也伫附近发现另外1只马，有时通知附近马场的主人，把马砍断去。车辆左前方凹陷损毁，那车主本人脸上及左手指有约1公分的撕裂伤。啊，迄开车的人玩我无？马的主人甲警方讲，是因为无绑好，才有被走出去。警方依照道交条例来开发。不过其实这款状况已经毋是头一摆啊。今年3月中，这个马的主人4只马也走出来，走上西滨快速公路，大家看到到地滑滑滚。主人是毋是开车管理不当，也是违规的代志？警方会函请主管机关来查处。记者综合报道。代替集合站一个33岁姓罗的副站长，伫咧花莲光复救灾这个期间哦，全力来疏导旅客。也12月11暗时，伊骑乌多摆来下班，那像讲伫咧路的累残伤势真严重，即马搁伫咧加护病房来治疗。毋过车祸到底是安怎来发生，要来调查。也即个副站长的家属即马就向外界征求。12月11暗时7点到7点35分，行车记录器相关的画面，希望讲会当来量查理清真相。还是目前还要等下一班，因为完全上不了车。真亲切，笑笑来说明，来心向乘客来解说，这车厢拢客满啦，可能需要坐下一班车。这伫花莲光复救灾期间，真全力疏运旅客，代替集合站姓罗的副站长，伫同时间中是真有热情。在伊暗时7点外，伊下班了后，骑车登去厝话，伫木瓜溪桥顶，敢若家己骑车摔倒，发生严重的车祸。33岁伤者倒卧在地，且意识不清，有耳漏情况。救护人员立即将伤者上颈圈、长背板固定，并以无线电通知医院启动创伤小组。由这伤势真严重，病院赶紧进行开头壳的手术，就医院伫加护病房治疗。当时接到消息的不少人拢到病房外口，等要甲看加油。不过车祸到底是安怎发生的，也搁在详细来调查。初步了解，其实有合格的驾照，抽血9测值为0。本分局目前已调阅后方车辆的行车记录器影像，积极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这姓罗副站长阿兄讲，事发路段拄好无监视器，警方整合到民众所提供的行车记录器。不过离大约有100公尺左右，所以讲也向外界来问讲，迄天暗时7点到7点35分，看有人有相关画面无？希望赶紧找到真相。因为毕竟他的摩托车也没有说到很严重，因为侧边排气管也都没有什么刮伤破损，推算说速度快也不太可能，那怎么会撞到这样？
嘉小真感谢网友提供四路副站长伫公复救灾期间的影片，嘛要感谢真侪网友到顶替这四路的副站长来加油。除了真感动，也希望伊赶紧好起来，希望未来甲这份外界互伊的爱继续甲伊延续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嘉义市早暗晡有庙闹咧来放烟火，哪会知影讲烟火放了，仓库煞导火烧起来？消防局表示讲这个庙会是有经过申请，也消防人员有伫咧边仔警戒，也导火的所在是庙会搭烟火台的所在哦。也庙方看到有火，就赶紧去处理。这个火势是无传出去，无来扩大。也警察嘛讲，无接到人报讲有火灾。庙方的工作人员爬伫架仔顶面用水要甲火台压无花，放烟火产生的火车嘛落伫附近的回收场内底。民众甲家己即间公庙闹咧放烟火的画面翕起来，放伫网络，引起民众的讨论。这他们的仓库呢？哦，因的仓库啊，人家拢他们的厂房伊就加烟火啊。就是迄头顶刷火落来，嘿，所以迄破片风箱头怎升的。消防局表示，这场活动主办单位事先就有来申请，消防局嘛有安排人甲车伫现场做准备。是有发生导火的状况，但是庙方人员发现了后，就已经赶紧处理好势，所以无致殊火灾，因嘛无接到报案。那当晚我们消防人车也在场做人车的警戒民众所拍摄的画面应该是现场释放烟火时候遗留下来的残骸碎屑那后续并未有扩大燃烧的情势。现场工作人员表示，主办单位有配合消防队规划放烟火的范围，烟火放煞了后，毛用水车压淡了后来摒扫。火车甲火夫是引到一寡物件，但是确实无造成火灾。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高座畅水南海军号传出讲伫咧6月进行第2摆的海上测试，也船舰顶悬的液压系统煞讲来失效，尾大无法度转驶，就要靠人工、靠人力来转向才顺利回港。针对这件代志，台船回应讲，这个确实有陆续来解决。海军强调讲，船舰是有设备用的措施，来应变拢有安全。海军官兵甲大船的人员徛伫咧甲房顶，这是国造江南海军号今年6月第2遍海测的时阵的画面。验过这马团讲，迄辆船舰顶的液压系统故障，造成 X 型尾度无法度设方向。是派官兵用人工去改船才顺利回港。大船回应讲，各项确实拢慢慢伫咧解决，为着保庇甲赶紧测试，未回应外界猜测。找到问题，修正问题，然后把原型建造好，本来就是这个阶段的工作哈。找到了，能够把它修整，能够把它调教，不就是我们海测的目的吗？这已经严重打击到民众对国防建军的信心。潜舰国造是台湾国防自主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应该宁求稳，不求快。海军司令部是强调，全船有多重闭环措施，迄一天的应变处置拢伫安全范围内。军事专家陈国平讲，这也是训练电脑系统失效的一部分。在测试的过程中当然要训练说，万一电脑失效的话，人力怎么操控？这个是我们可以承认跟理解。那甚至模拟说什么液压失效。国军提升防卫量能，除了强化研发、生产各种武器装备，华尔街日报也报道，11日伫美国夏威夷联合太平洋多国战备中心练演，这个8000多位官兵，主要是来自美国，邀请包括台湾在内几位国家参加。重点伫咧高机动化加无人机组成环境。军事交流部分就已经难能可贵的经验，然后从别国可能在作战的经验中获得一些启发。那我觉得对台湾来讲，一定有相当正面。周武平认为，除了会当帮助国军提升无人机组建的思考，也希望会当和未来台美互相支援，会让国家顺。记者综合报道。俄西亚盟友白罗斯因的总统卢卡申科是放123首犯出来，多数是反对派的领导人。2022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得主嘛包括在内。也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讲要解除白罗斯加盐的出口禁令，来降低美国农业的成本。进一步会当来降低物价。也学者分析讲，川普来解除这个白罗斯加盐的出口禁令，会当促进两国的经济发展。
东欧的独裁政权卢卡申科政府在9月释放犯人行动了后，13个释放123名的犯人，其中多数拢是反对阵营的领导人，亲像2022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比亚利亚茨基，2029年圭罗示威主要的领导人克列斯尼可娃，2029年反对派总统候选人巴巴里科，也有被控间谍罪名入狱的乌克兰人士。克列斯尼可娃在内114人得到释放了后，被送往乌克兰，其他人按家己的意思分别被送往波兰，也是被捕案。Это же чувство невероятного счастья.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видеть глаза людей, которые тебе дороги, обнимать их и понимать, что мы сейчас все свободные люди. 这是美国总统川普的特使科尔加卢卡申科会谈2天了后得到结果。交换条件是美国解除对白罗西亚加盐的出口禁令。加盐是肥料重要成分，也是白罗西亚重要出口商品。科尔讲未来随两国关系正常化，也来解除更加多制裁。President Lukashenko, who should get a tremendous amount of credit for this, I think that he is moving. He wants more normalized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est. 卢卡申科是罗西亚总统普廷亲密的朋友，严厉统治白罗西亚30多年，因为打压民权，加2022年允准罗西亚军队经由伊的领土入侵乌克兰，遭到欧美国家制裁。英国警助白罗西亚大使大卫斯指出，川普上台了后提倡美国优先，国防院新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人权这里已经消失无看呀。解除对白罗西亚的制裁，对着降低美国农业的成本，也有降低物价有帮助，同时对着缓解罗西亚和白罗西亚所提供的经济补贴也有帮助。广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台东日本温泉真出名，顶个月讲的温泉水减少，也真嘛是已经恢复，就吸引袂少游客。游客呢，说干那讲爱浸温泉，无爱带暝，就一天安尼来回。饭店民宿的业绩要起来，业者就希望讲县府会当来办活动，行销台东的温泉，来带动地方的观光。冬天到啊，真侪人爱浸温泉，北比列做全国4大冰泉圣地的日本温泉区，顶个月团设水位下降，服务业者是真紧张。不过，即阵温泉水阁恢复啊，14早起，袂少南部民众趁冷空气南下，温度降低，利用假日挑工坐火车来浸温泉。泡汤对身体都好呀。等一下我们就回程了，专门来泡汤的。因为大部分来浸温泉的游客拢选长江来回，假日也只有7成左右的休眠的人。有业者认为讲，过去县府伫冬天也举办这温泉节，刺激大东县冬天观光小价旅游。不过近年来已经包装伫其他活动来推广，佮加上今年过来旅游无好，日本温泉观光要恢复过去冬天，迄种好景可能需要再加强行销活动。因为旅游结构的一些改变，例如说团体可能就变少了。台东县政府在新的年度，我们要推出泡温泉送 TT Push 金币的活动。我们透过更多的活动，鼓励更多朋友们来到台东泡温泉拿金币。业者也希望县府重新规划的温泉区交通的动线，也有旅游环境来争取游客。因为县府是强调会大力规划。台东县这个月也安排多项活动，也包装温泉观光旅游。记者综合报道。2005年文化部使用到12月底，也文化部有推出侪优待，鼓励少年朋友把握，卖甲文化部更加贵记。为了要推动青年参加文化活动，文化部文化部政策鼓励青年入去实体书店消费，或者是去戏剧院看表演。2025年文化部1200块，使用期限到月底就结束。文化部推荐用100点去博物馆看展览，300点买青年设备，鼓励青年把握时间使用。今年到文化部自1月开始发，已经有超过165万人领，领出了8成，使用金额超过14亿。听书店他们讲，其实都是蛮重要的。用最近刚开始公布的那个各大通路的图书的排行榜来看，漫画书大幅成长，年龄层以青少年来讲是很对的一个族群。图书的景气今年开
起来是因为漫画书来带动。出版业讲，文化部对实体书店的业绩帮助正大。根据文化部的资料，对使用的情形来看，青年上喜欢的艺文类型是书店加出版业，要加5成，果然是表演艺术加流行音乐欣赏。现在来讲，国片最高票房96分钟，或刚刚破亿的泥娃娃，非常锁定在年轻观众，那它的文化币的使用就变比较高。它特别反映在一些特定的影城上，比方说像台北京站影城，就是说它反映那种年轻人比较会去的影城。在电影文化发展这方面，文化部推出的招拍看国片等方式，鼓励青年进入电影院。研究学者发现，文化部伫咧电影产业的使用出现市场分隔，在使用时阵主要也是流行的商业电影较多。记者综合报道。2005年，林款艺术生活节上尾一出表演是台语台训练班的12位一个演员来扮白色恐怖受难者陈总统的故事。你回来啊！明仔载细汉的爱做生意，你感觉明2个月要啥物口味才好？白色恐怖的受难者陈总统1937年出世，是一个医生。伊伫日本留学的时加入台湾青年独立联盟。32岁叫人掠去关，迄当阵伊才拄和牵手结婚，幸福的生活乌有去，互人关15冬。有受过教育，读过册，才受过启蒙，有晓思考的青年。你讲？是要安怎袂烦恼、甲思考家己国家的未来呢？咱就把这个焦点放伫咧陈总统甲因的太太，当初时若是讲伊无互掠去，迄个幸福的生活本来是啥物模样？这届主要演员拢是对公司台记台台语训练班所选出来的。这届演陈总统的演员叫做李家芬，有这届演出台语剧经验，讲台语对伊来讲袂讲真困难。较有挑战的所在是伊爱去学陈总统的口口。因为伊细汉时阵就对因爸爸搬来中和大，所以伊的口口可能就无遐尼强化。啊，毋过我有注意到伊有受到伊牵手的影响，因为牵手是家己人，所以有寡腔口其实是较我家己的讲腔安尼。另外也有一位演员陈必祥，伊的台语就无遐尔练长，毋过参加演员训练班的过程，已经慢慢甲母语捡回来啊。还是用台语来表演，去习惯讲用这语言去处理表演。导演讲，这是一场艺术的政治行动。伫咧现场，大家会当大声讲出家己的文化和人权。当初互人禁止的声音，也会当大声用咱的母语讲出来。记者陈选林旭凯新北报道。观众朋友来看下半部的天气。北部地区14度至16度。中部地区14度至22度，南部地区18度至25度，南部这边14度至20度，高岛地区13度至19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